開始，好，第一球。哇！出咗嚟，我喺度跳㗎，出咗界，出咗界，真係會變咗兩回事嚟喎，兩種講話，兩種。梗係啦，你30幾歲㗎啦。搏唔到啊！好，我哋正式開始，揾到呢球啦，係。唔係，啱啱當成功咗一球，因為 Stanley 出咗界。好咩？好，仲有9次。好，第2球。阿虎定係隔離隊啊？阿虎，好似收我錢啊！傳多幾球啦，傳多幾球啦，阿虎你可以企後1、2步。輸咗可以玩嘅。係啊，可以玩嘅，可以玩嘅，可以繼續玩嘅。我哋都輸咗啦，掉佢啦。好啊！第3球，繼續，再等陣。咦，想俾多幾個波你？係啊，攞龍波過嚟，你又俾佢掉，攞龍波過嚟。我邊都俾個波太球，我哋輪住啊！太球俾我都可以。好啦，兩個傳線，但係可以換人。等等，第4球，我準備第4球。Stanley 選比賽開始。第4球，第5球。嗱，不如我哋咧11個人都攞住個波 ，Stanley 真係閃到咧就係林志宏啦。一人攞俾。嗱咁啊，好啦，唔好打交啦，唔好打交㗎啦，我哋就嚟現場冇身材，每個都攞個波掟聲你一下就算啦。嗱，如果你真係被當當啲難閃曬，就當打橫好冇？好冇？唔使我哋咪黃金畫面緊要啲嘛？我哋真係嚟緊，會有攞身嚟，嗱，一人一個波。嚟緊11個波衝向你，我俾20分你。私人俾嘅，不過私人俾。鋪住影張相都好啊！黃線啊，好啊，黃線啦，就話你一個綠線一個黃線。嗱，你真係閃到每一個中咧就贏啦。OK， 要一齊嘅。喂，你個 MV 都係咁樣閃啫。佢一掉下睇我 OK。嗱，盡量係胸肌以下。OK， 但係一齊嘅。係掉下底㗎嘛？係3、2、1掉。不如 fans 嗌3、2、1啦。好，全場一齊嗌3、2、1啊！好啦，準備啦。好，預備。3、2、1。真係冇事喎，中咗。OK，俾掌聲 Stanley。犀利啊！跑得快。好啦，我哋第一個競技賽就係打喎。喂，打喎。喂，如果我掉6分㗎，我哋男隊贏。有咩競技可言啫？我換先，第一個競技大賽勝出嘅就係男隊。但係我哋仲有第2個競技賽，要同埋我哋嘅 Mirror 一齊玩嘅。OK， 好，我哋喺呢邊一字排開先，我哋迎接我哋嘅隊員。係。